屏东九如乡呢是发生一件蛇的意外，这是一个少年人，伊某家己饲的这个蛇呢，出门去咧买物件，毋过煞伫咧路边熊，互即只蛇甲甜颔棍仔，人一个无细力，全跋倒着伤。这消防人员到位的时，嘛随甲即只大蛇甲掠起来。 救护车赶到现场，有民众通报，一名查甫人互蛇甜伫颔棍仔，因为喘无气跋倒去弄着头。代志发生伫12下晡4点外，屏东九如乡的东宁路，连消防人员嘛出动到现场斗掠蛇。厝边仔表示，这名少年仔定定带蛇出来散步，想袂到煞发生意外。他从这样往后退，撞到那个后脑，好大力哦！而且那个蛇一直勒在他的脖子上，还有隔壁的那个鸡蛋糕。 他去把他的那个蛇的尾巴把它拉开，嘿啊，因为他倒下去的时候，真的满脸都是红色，讲也讲不清啊，他就是要咬，然后就被咬过2次，一次被咬到大腿。我是不会怕，但是我弟弟跟我弟媳他们都很怕。画面看到迄当时，这名姓林的查甫人，甲一尾猛蛇摸伫颔棍仔，要到附近买物件，结果蛇一时失去控制，发生意外。好佳在伊人受伤无介严重，下暗就返去厝休困。伊的亲情拢无赞成甲蛇饲伫厝内，但是姓林的查甫人足爱蛇，嘛饲4、5只。9月时，就捌因为互别只蛇夹着手，才去换这只大猛蛇回来。没有那么精致，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像猫狗在会认识的饲主一样，或是饲主有进来的时候，那个蟒蛇就有动作想要抬头，然后看一下饲主。事实上，那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被制约。专家讲，足侪人会饲这种大尾溜做宠物，但是伊大只会生到4、5公尺，遮尔长，需要有空间，而且蛇认主人的行为无遮尔好，所以提醒民众饲蛇嘛是爱足小心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